华视在地新闻来看高雄这个庙埕，为着什么原因，安尼人潮滚滚滚呢？原来是有善心的人士买300栋的清洁剂，要免费送予大寮区的乡亲，所以当地乡亲规家总动员，赶空桶来占位。排队排甲长的人潮，加上洗一连搁一连的白色桶啊，形成一幕真趣味的景象。 伫一头的几百个人排队，等要摕号码牌，大家拢真期待。我的人有够多，是洗一轮搁一轮，庙前的广场闹热滚滚。咧厝内有偌济空桶啊，拢总砸来，到底因是要领啥物？原来就是清洁剂，这一桶一桶拢底好满，要送予当地居民。无啊，再2天啊啦！再2天啊！嘿啦，啊都照样落啊啦。 高雄有善心的人士，想要尽心尽力协助防疫，甲港手订300栋的清洁剂，原本是免费送，但是对发放的第一天开始，这人数是坐甲超过预期。因此对初四开始决定一桶收10块银，有计发到这礼拜5。我们就毅然而然提供了300吨的清洁液，供全民来索取使用。 这空桶啊，占位排队的景象真趣味，被人翕来抛到面册社团，引起热烈的讨论。不少大寮乡亲拢真欢喜，会当领到这么俗的清洁剂。不过嘛，爱记哩，使用清洁剂了后，一定爱冲洗好清气，较安心。